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撒母耳记上第9天的共读。今天我们要请洪满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大家早。我来开始为今天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新的一天，唤醒我们。不只是读经，更让你的话扎根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每日立志行你所许愿的事，不为私利，不为人情，只为遵行你的旨意。愿我们的生命不叫你的名受辱，反倒在我们所行所为中，使人看见你的荣光。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从第7章看见撒母耳他被担任士师，那约柜也从非利士人手中回到以色列，但停留在基列耶琳数十年的时间，甚至将近80年，直到大卫来迎接。那撒母耳担任士师，做全以色列士师，呼吁以色列人要自强以先，要先回转，要先会向耶和华洗心革面。那撒母耳从32岁在米斯巴做以色列士师，将近48年到80岁的时间。那他也看见离家30多年的撒母耳，小撒母耳，那成为士师后，也终于能够返家，能够在拉玛定居，也在那边来筑坛。那么今天要继续来看第8章。那我们请洪满执事带领我们来读第8章的第1节到第5节。撒母耳年老的时候，立他的儿子们做以色列的士师。大儿子叫约尔，小儿子叫亚比亚，都在别是巴做士师。他们不学父亲的榜样，只顾赚钱，收受贿赂，不按公道判案。于是以色列所有的长老都聚集到拉玛去见撒母耳，对他说：你看，你老了，你的儿子又不学你的榜样，所以请替我们立一位王，治理我们，像其他国家一样。好，那这里撒母耳担任士师，很快就讲到把时间带到他的年老的时候，那可能也是在这段时间当中，那以色列所遭遇的情形都非常的稳定，甚至昨天我们看到他们撒母耳把这个以便以谢的石头立起来，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也就是在这20多年来神的同在，让他们能够得享平安。那撒母耳他有2个儿子，这2个儿子在历代志上的第6章的族谱当中也都有记载到他们的名字，所以撒母耳是从亚当算下来第34代。那撒母耳2个儿子约尔还有亚比亚算是从亚当算下来第35代。那约尔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亚比亚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父亲。那相信这也是撒母耳他把这2个儿子的名字来做他的信仰告白。那他2个儿子分别是在别是巴来担任士师。那别是巴就是在以色列的南境，从最左边的最上边的但到最南边的别是巴。那撒母耳是在中南边接近耶路撒冷的地方，来米斯巴来做士师。好，那所以他会常常跑米斯巴，还有吉甲，还有伯特利跟拉玛这些的地方。那这拉玛呢，有人认为是在比较北边的地方，但有人认为拉玛是比较靠近耶路撒冷的地方，所以会有不同的拉玛，但是就是应该是指撒母耳他的出生的地方。那他2个儿子呢，圣经说他们是贪图，这些连以色列的长老百姓都知道，这2个儿子没有遵行撒母耳的道，然后呢又贪图财力收受贿赂，枉屈正直。所以贪图财力就是转去跟随不义的获利，收受贿赂，枉屈正直。那在出埃及记23章、申命记的16章都是上帝明文禁止的，就是不应该为了把这个金钱把这个马门当作是偶像，
虽然如果比较起来，以利两个儿子做的事情可能更得罪上帝，但是撒母耳的两个儿子显然也是有明显的可疑之处，并没有能够来完全的荣耀神，所以长老们都来聚集到拉玛去见撒母耳，说你老了，你的儿子又不学你的榜样，所以请替我们立位王来治理我们。能够像谁一样呢？像其他的国家一样，所以这群的长老们他们可能就是用比较的方式，看到别的国家都有王能够治理他们，我们到目前为止有看到非利士王，后面还会看到这个亚玛利王，还会看到亚门王，各种附近的国家都有王在治理他们，但是为什么以色列他们没有自己的王？所以他们就要透过撒母耳来请求。那我们继续再请洪满执事带我们来读第6节到第10节。撒母耳很不高兴他们要求立王的事，所以他求告上主。上主说：“你顺着人民的意思吧，他们并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以来，他们就离弃我，去拜别的神明。现在他们对你所做的，正是他们一向对我所做的，你就顺着他们吧，但你要严厉地警告他们，并向他们说明将来他们的王会怎样对待他们。”撒母耳把上主对他说一一告诉向他要求立王的人民。谢谢。那在这里撒母耳他的反应是他很不高兴。那撒母耳的不高兴并不是他自己百姓不对他的不信任，或是对他儿子的不信任，而是他知道上主一直是以色列的王，但是现在以色列百姓却想要看得见的王，所以他把这个事情祷告，但是上帝的回应也很直接，就是顺着人民的意思。那好像也是开放的这个民意，让民意能够来能够来彰显出来。他们并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因为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以来，他们就离弃我，去拜别的神明。所以从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了律法，带了2块的石板下山，但是呢亚伦就已经带着百姓铸造金牛，所以这也是人的软弱，没有办法去寻求那看不见的神，而是要寻求那眼睛所看得见的，而且并且去侍奉去服侍。所以现在他们对你所做的，这是他们一向对神所做的，所以神要撒母耳说，就顺着他们的吧，但是要严厉的警告他们，并且向他们来说明，将来他们有王之后，这个王他们所期待的王会怎么样来对待他们。那撒母耳他所认识的王就是耶和华是神是主，那他也甚至在战胜了非利士人，成为士师，战胜非利士人之后，立了这块石头叫以便以谢，就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至少有20年的时间。那撒母耳他知道在没有士师没有约柜的时期，但是神依然能够来治理掌理整个以色列的群体和百姓但是呢百姓日久见人心那他们就对于神的治理却觉得空虚，没有安全感，甚至他们想要一个看得见的，这样他们才会有安全感。所以撒母耳就把上主要对以色列百姓的警告呢就来叙述。好，那接着我们就来看这段，好，请洪满姐带我们来读11节到18节。他说：“你们的王会这样待你们，他要征召你们的儿子服兵役，有的当战车兵，有的当骑兵，有的做先锋队队员。他将委派一些人当官长，有的带兵1000名，有的带兵50名。你们的儿子要替他种田，替他收割，替他造武器和战车的装备。你们的女儿要为他制香料、做菜、烤饼。他要把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他要把你们的五谷、葡萄的1/10赐给他的宫廷大臣和其他官员。
他要带走你们的仆婢、最好的牲畜和驴，叫他们替他工作。他要拿走你们羊群的1/10，而你们自己却要做他的奴隶。到那时候，你们要为自己所选立的王而哀求，但上主不会垂听你们的埋怨。那撒母耳这一段话呢，其实也是转达上主的话。那有这个王的好处，那并没有跟坏处啊，其实都在这里有提到。好，那如果有王，当然就是要这个王呢，要来为国家来保护，也要征战。那王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去，所以王就要招兵买马。那甚至呢，他还需要供应这一些的军队来养军队，所以他必须要有人替他种田、收割、制造武器、战车，而不是只有出钱出力，连女儿也要为他制造香料、做菜、烤饼，让王他可以来管理好，来治理这一群的百姓。甚至因为这样子，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那王呢他都要介入，好，他也要用他的臣仆好来管理，甚至要把你们的五谷葡萄的1/10赐给他的宫廷大臣和其他的官员。所以这些事情呢，都表示说，在撒母耳暗立扫罗为王之前，以色列人是不用经历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可以有享受自己的产业，他们可以享受自己的田地，那他们不用为了人来效力来服侍，他们只要为了上帝来谨守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甚至16节也说王跟王的臣仆呢，要来带走你们的仆婢、仆婢、最好的牲畜，还有驴，然后呢，叫你们的仆婢能够替他们工作，也要拿走你们羊群的1/10，而你们自己也要做他的奴仆啊。所以这个王呢，他的权力权柄会很大。好，那他会变成是一个三角形的一种金字塔型的管理，就是由到上到下集权式的。好，那所以国家整个的利益呢，都会在少数金字塔的顶端，少数人的身上。而那时候，你们要为自己所选立的王来哀求。好，那这里出现了一个警告，就是会哀求耶和华。那这哀求耶和华是代表什么？代表说他们的可能被王因为的治理，有的王能够好好治理，有的王不能好好的治理，也不能保证每一个王都能够妥善的治理。遇到这个不好的王的时候呢，只能够哀求。但是哀求的时候呢，上帝不会再允许替他们来换一位王，或是上帝不会允许他们不再回去到没有王的时代，没有王的方式。所以上帝的确是把这个丑话讲到前面。所以这里也可以看到几件事情，就是蓝色地方就是关于军队的部分，粉红色第二段粉红色的地方就是关于要来养王所需要的人口，那绿色的地方是女儿的部分，就是要来供应后勤的部分。那16连你们的奴仆，17你们的羊群，甚至到你们自己，通通都要为王来效力，为他来卖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比较说，原来是上帝当王掌权的时候呢，他们是能够享受上帝给予的一切。可是现在他们必须为了要自己所要求的王，他们必须要牺牲掉这一切。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最后的19节到22节。人民不听撒母耳的话，反而回答说：“不，我们要王治理我们，这样我们才会像别国的人民有自己的王治理我们，领我们上战场打仗。”撒母耳听了他们的话，就向上主陈述。上主说：“照他们所要求的，给他们王吧。”于是撒母耳叫所有的以色列人回自己的家去。那所以可见百姓就是已经想要一个王想了很久，甚至迫不及待，即便上帝有这些的话，也没有办法让他们冷静下来。我相信这也是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可以看到人是这样，当人就是心中被迷惑或迷恋住的时候，上帝再多的话也没有办法换回，只有真的自己去遭遇到苦难，受尽苦楚之后再回来看，
真的上帝有说这样说，可是当下却真的是完全听不进去。那所以人民没有听进去，或是听清楚上帝借撒母耳的话，反而说不，我们要王治理我们，所以这真的是很让上帝很没有面子。所以上帝曾经怎么样的救他们，他们都不放在心上，也不放在眼里，他们只期待一个士师，这个士师要再升级，不能只做审判官，不能只做士师，要让他成为王，因为士师呢是没有自己的军队，是没有自己的产业。那撒母耳我们来看士师的制度和君主制度的比较。好，那士师的本质是由神来治理，因为每个士师都是上帝所兴起的，那不是百姓所找出来的。君主呢是人治，是由人来推选，由人来承认，而且人就共同来接纳。那士师的领袖呢是由神来拣选，君主呢就会成为世袭。那这个孩子其实看到撒母耳如果要世袭的话，那撒母耳2个儿子可能就已经没有通过百姓的标准，但是百姓呢没有看懂，那甚至以利2个儿子也没有办法通过。但是如果采用君主制，就算这些的士师君主他们的儿子再糟糕也是得世袭。我们从后面的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就可以看到这一些好王跟坏王的差别，对整个国家百姓影响有多深有多大，一直到今天也是这样。那在政治系统来讲呢，士师的政治系统很简单，因为这士师他不是受过专业的训练，他也没有前朝的包袱，所以他真的就是按照上帝的感动。可是在君主制度当中的政治系统就很复杂，必须要有各个的部长啊、院长啊、各级的长官啊、文武百官首领等等。那以治理者来看，士师的担任的人选就是审判 judge， 就是有智慧的长老，或是在民中有声望的百姓，或是他特别的有能力。那在君主的制度当中，就是由君王跟臣宰，所以刚才有看到说，这个王为了要这些大臣，这些大臣要来侍奉王，跟王一起来侍奉百姓，所以也必须要来靠百姓的供应来养他们。好像我们现在的公务人员，这个公务人员对一个国家来讲就是一个庞大的负担财政支出，但是呢，对国家来讲的管理也是相对的重要。那士师的军队都是临时征召，君主是有正规军队，士师的武器都比较简陋，参战者自备，甚至我们看见那个应该是叫耶弗他士师，他是用一支棍子就来出去跟百姓就是跟这个敌人来征战参孙还拿这个驴的腮骨来打战。但是君主呢，他的武器呢就精良因为前面有提到，你们的儿子要为他来驾车啦、赶马啦，然后为他来打造兵器啊，做车上的兵械等等。所以武器来讲，由君主精良，政府制造提供。但士师没有纳税跟服役的必要，在君主就都2个都要。那士师不会征收土地，因为每个士师都在不同的支派，那即便他担任士师20年、40年，但是他不会去征收人民的土地，但君主会。那士师他的路线呢，主要就是依靠生命树，那他不是依靠知识树，但君主就是依靠知识树，就是依靠分别善恶树，所以这个是2个很大的差别。那今天我们已经习惯在这个君主制当中但是有时候这2个就可以让我们看见2个国度，一个是地上的国度，就是地上的君王，一个是天上的国度，是有点像士师这样子，就是依靠天上的君王。那这也是我们在教会的治理、教会的管理当中两种方向，但是其实都需要平衡不是只有强调一边，而是能够学习都能够平衡。所以昨天的经文以便以谢，那撒母耳呢，他才担任士师没有多久，把百姓召集在米斯巴，但是就引来了非利士人的强攻。那撒母耳是透过献祭，那就由耶和华亲自来为他们征战，就打败了非利士人，还追赶他们，还把失去的土地都拿回来了。但是这样子的见证呢，以色列百姓并不欣赏，也没有要想要继续的依靠神，反而是在他们
在他们大家的众人意见当中，他们却想要自己有一位神来立他们。所以这整段话呢，撒母耳已经交代清楚。好，那交代他们清楚之后，那也回去向神来禀报。好，那上主就很清楚的说，照他们所要求的，给他们王吧。所以撒母耳就叫所有的以色列人回自己的家去。所以从接下来第9章好到第10章好，那就是撒母耳他怎么样去回应顺服上帝的话。好，即便撒母耳心中有100个、1000个、10000个不愿意，但是撒母耳还是仍然的非常的顺服，然后来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行。所以我回过头来看今天的君主制度是不是出于神呢？那其实在创世纪17章第6节，神也曾经应许亚伯拉罕，君王将从亚伯拉罕而出，所以早早就已经有预告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将会有君王。只是呢，还这么漫长的历史，从亚伯拉罕经过了摩西，经过了约书亚，经过了士师，那一直到了撒母耳，好，那这个事情才来成就。创世纪49章，雅各也曾预言犹大支派要出君王，所以这是对他的12个儿子的预言。那申命记17章，好，摩西的律法也已经把关于君王的记载都已经放在这个申命记的里面。那上帝的本意是他本身自己要做以色列的王，但是上帝知道以色列人会要求王，就如同上帝知道亚当会选择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一样。那这一切都是上帝允许、上帝容许，来成就背后更高的目的和更高的旨意，也能够彰显上帝他完全的爱跟无限无穷的智慧。好，那所以虽然就人来看都是短视近利，都是想要一时之间的方便，但是其实上帝有永恒的心意好，所以也是值得我们来思想。好，那在今天的君主体制当中，我们如何能够让上帝的国，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能够把上帝的国带到地上来呢？今天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撒母耳他一生忠心的服侍，但是呢，如果真的要挑剔他，就是他对他的儿子的榜样仍然不够。那是不是全部都是撒母耳的影响，或是撒母耳或者说这2个孩子的妈妈有没有影响？好，圣经都没有方向，没有记载。但是让我们看见撒母耳他2个儿子没有办法能够继承，是真的非常的可惜。如果2个儿子都能够继承，好，我们会更加的敬仰，更加的钦佩撒母耳。但是上帝的意思也不是让我们把焦点放在人的身上，而是要放在神的身上。也看见人民想要地上的君王治理，却遗忘天上君王的拯救，因为上帝有说，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的日子到如今所以从摩西的时期到现在撒母耳的时期，400-500年来，那上帝一直做他们的君王。这400-500年来，他们没有王，但是他们也活得好好的。他们没有王，他们还能够进入迦南地，可是他们就是不敢冒这个险，或是不能够与神来同行。所以在这当中，他们想要一个看得见的王。那上帝也清楚警告他们，想要设立为王的后果，就是地上的君王要辖制上帝的子民所以本来上帝的子民可以享受上帝所赏赐给予的一切，好，也不用为明天忧虑。但是呢，当他们有王之后，他们就必须要缴税，要储税征召，开始要更多的上战场，要训练，学习，随时随地都要打仗，然后他们要不断的要来存粮，不断的要来供应国家的需要，甚至不是只有满足君王，还要满足大臣，当然就会更多的漏洞，更多的弊病。这在我们今天我们已经看得非常的多。这一些从民意代表上去选上的，不管是做了民代，或是做了立委，或是选上了市长，或是成为了总统，那这个每个都会有人的软弱，人的软弱就会在那个位置上面被放大，就被彰显出来。所以也让但是呢，这是一个不归路。那因为上帝也说，即便这样子哀求耶和华，那日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所以也看到百姓不听警告，仍然执意要求一位君王，那最后只能够说神就任凭他们，就任凭他们。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耶稣基督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是万王之王，也是万主之主。虽然我们在地上要顺服在上位，要为执政掌权者来祷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真正的王在天上，是永不会改变，而且永不失败，永不羞愧。这位天上的君王是掌管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更深、更多的认识天上的君王，也让我们明白天上救主的拯救，也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来彰显你的名，能够来彰显你的荣美、你的作为。我们再次在你的面前，也为我们的国家的元首来祷告，也为我们在国家社会上的各个的民意代表来祷告以及为着现在社会高度关心的罢免的行动来祷告，也求神你赏赐智慧，让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透过民主制度，人民必须要展现的作为或是人民要有清楚的决定和思考，不能够推脱，不能够在自己的责任上面来轻看。求神来帮助我们，献上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红曼姐，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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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平安，平安。